去找一些动物啊回来给自己的孩子、家人、亲戚们一起分享。这是我们卢凯族猎人的由来哦。所以提到这个猎人，我打猎时间只有4年，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我才走上这条打猎的路。因为5年前我的另一半选上了大武村的那个19届的村长。那女孩子有很多地方她没有办法做的地方，所以我放下我在台中做的工作后，我以前在台中做这个钢骨结构的工程，那月收入大概有7、8万，可是我还是选择回来部落。当我回到部落以后，我发现老人家这个狩猎的文化也是它有它的特别吸引我的地方猎人的那个精神，还有猎人那个对于部落里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当然了，我不是职业打猎，我只是选择在冬天的时候打猎。那讲到这边这个打猎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就是动物当它受伤的时候，它会极力的反抗它就算再小的动物，它只要是受伤的，它的爆发力特别强。所以我们不要去接近那些被捕兽夹捕过的或是有受伤的动物那要特别小心。那再其次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些动物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尽量站在它的上方处，不要站在下方。万一它一挣扎到它那个陷阱脱落的时候，它会直接俯冲对你做人身攻击。所以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站在这个猎物的上方为了保护自己。那再其次就是我的小孩子，有些汉人的朋友常常问我说：“你怎么那么喜欢在山上？山上很危险呢？”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平地比较危险。我再怎么样认真开车，人家也会来撞我。可是我在山上，只要懂得应用上帝给我的智慧我想我会保护自己我想山上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野生动物它碰到人，它一定会跑掉。有人说你不怕被山猪、被黑熊咬吗？我说只要是正常的动物看到人都会跑掉，都会跑掉，除非有2种状况，就是受伤的，再来一个就是带小孩的公山猪，那个母山猪，还有一些黑熊，跟我们人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会不惜一切要保护他的孩子，要去攻击这所看到的所有附近的人类，而且所有的人，所以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就是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那再其次就是，有人说山上不是很多毒蛇吗？毒蛇也是一样，你只要不去侵犯它，不去踩到它，我想它都不会对人有任何的伤害。这个是特别要强调的有人讲说，山上很多蛇，你怎么睡得着？不可能因为蛇也会怕人。应该人是万物之王嘛，除了上帝以外，应该是人是最厉害的动物了。那我讲到这边，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在打猎的时候，尤其是夜间当你走到风突然变强变大的时候，你就是已经接近险隘了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那个险隘的地方风会特别大特别强，可能是因为没有阻力的关系所以会比较强。所以当风特别强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已经接近险隘的地方了你就要稍微留意再其次这个猎人的这个禁忌猎人的禁忌。过去我们还没有信基督之前我们是以鸟叫的声音来做判断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在家里在着装要准备出去打猎的时候，我们听到小孩子打喷嚏，或是听到小朋友或是有任何人放屁的话这个表示说你这个行程必须要取消
哦，你必须要取消，因为他就是不赞同你今天的那个行程了，所以你必须要延期你的这个行程。啊，再来就是，当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会听到一种鸟叫声。这个鸟叫声，那个学名我是没有去查过，我只知道它的叫声是大力高大力高咯大力高咯，这个声音我不晓得，大家如果有听过这个小鸟的话，帮我查一下那个叫什么鸟。哦，那大力高就是说你这一次上去以后可能没有什么收获了。哦，他的意思他是在警示你说这个。大力高就是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可以拿到哦，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个就是说，那是一种警觉的意思，就是说要小心哦，你可能在山上会有突发状况，可能会有落石啊，会碰到一些那个受伤的动物啊，会有一些那个溪水暴涨啊，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哦。他的意思在警惕你说那个鸟的声音，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特别小心。哦，这个是老人家传给我们的，我们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种那个激励哦，也会碰到。那再来一次，再一个就是这个禁忌哦，当我们走到这个步道，这个打猎的步道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有百步蛇横跨在马路的时候。过去我们是不会硬闯过去，我们会坐下来哦，我们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坐下来，然后跟他对话，说，什么事情你怎么挡着我的路，可以让我过吗？哦，然后他如果有离开的时候，表示说他同意让你出去。如果说他一直站在那个地方不动。那你必须要回头哦，因为这个有人讲说百步蛇会通灵啊，可是我这个是没有依据的。那个老人家讲说这个百步蛇它跟我们人是比较接近，他说他只要横跨在马路，就表示说你这段行程最好取消，回头改天再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我所听到的一些老人家传授给我们的一些猎人禁忌的。再来一个就是猎人禁忌里面有一个，当我们在猎区的时候发现到别人的猎物，第一个我们不能占为己有哦，这个是我们卢凯族一直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就是别人的猎物你不能占为己有，即使你没有办法帮他背回到部落，你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或是有水的地方。帮他做妥善的那个处理哦，然后回到部落告诉他说，我有看到你的猎物哦，如果有空，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哦，他就会自己去把他的猎物带回来哦，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今天拿别人的猎物哦，这个山神啊会惩罚你，会跑好几趟你才会来回猎到动物哦。这个不是骗人的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打猎，我们不能做商业上的买卖，因为如果我们做这个买卖的话，我们可能会抓到山羊、山姜，那个平常的那个猎物可能会打到，可是真正有冠冕的那些黑熊啦、山猪啊、水鹿，不可能很难拿到那种东西哦，因为祖先告诉我们说。这种东西是，除非很努力，比付出别人更多的那个时间跟体力山神也会看到你的辛劳，才会赐给你，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这种东西，这是老人家传授给我们，所以我们一直记着这一句话说，我今天出来打猎，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水鹿、山猪、黑熊，我带回来要分享给部落。那你要分享给部落，那才有用的。如果说你拿去变卖啊，那个不，你就没有资格佩戴这些冠冕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些佩戴这个冠冕的那个条件。
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卢凯族的猎人哦，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观念，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猎期哦，这个是我们父母我们的祖先也会告诉我们的猎期到哪一个地方，我们就遵循老人家指示给我们的那个猎期范围去放我们的捕兽夹去狩猎哦，然后我们当然了有一种就是路过的，就好像公海那种大家都必须经过的，那就不算了，就是说我们去打猎有一段路嘛，大家都每一个猎人都要走过，那就做公海了，就好像海上海。那你碰到动物那个可以打哦，那个就可以打，可是你不能犯陷阱，那个陷阱是留给管这个猎期的人去犯啊。你路过看到一些动物，你有带枪，你可以打哦。这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保存的这种文化哦，就是不要轻易的去侵犯到别人的猎期哦。这个是我所知道的那个猎人禁忌了哦。那再来猎人禁忌哦，这个我就要讲到这个猎人的冠冕哦。当这个以前我们早期没有文字的记载，然后也不知道你打几只，所以在我们的古老的房子里面墙壁上都会挂着竹子，然后挂那个牙齿，山猪的牙齿，就是以那个牙齿做凭据做证据，说我曾经猎过多少动物哦。这个就是我们去数算别人的战利品的时候，是用那个牙齿去数算哦。那再来就是这个百合花哦，在我们乡里面已经为了也是要保育了，它本来是10只才可以佩戴这个百合花，可是减为5只，现在改为5只。现在以前都是5只的啊，都是5只嘛。以前是要10只，以前要10只。对，以前要10只。我听大5只6只呢。嗯。你是狩猎到6只吗？大5的传统是6只啊，雾台是5只。没有，那个是乡公所公布的，那个是乡长的时候呢。那不是公部门的。折中以后。对，统一啊，要不然会打架的。说我打5只，为什么没有没有佩戴啊？你我打6只才有。哦。公务。对。所以你打到5只公山猪，哦，而且那个5只公山猪是分享给部落，你才有资格佩戴1朵百合花哦。那这个头套不是我的哈，那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个是我爸爸的头套哦。啊，这个为什么有这个2个百合花哦？就是他有个记录，就是他出去一趟猎到2只公的山猪，哦，那个要猎到2只公的山猪，你才可以插这个2朵哦。啊，如果你有打过3只的，也有3只的，所以你要特别注意看这个，它这个都有它的那个象征性的记号。那再来就是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叫做阿里山邮局哦，阿里山邮局。对，是阿里山邮局。对。所以是蝴蝶了。啊，这个是你有猎过那个水鹿哦，水鹿，你有猎到水鹿，而且是要公的，然后分享给部落。你没说几只？没有，你只要有1只的有一次的那个分享给部落，你就可以佩戴，你就可以办这个阿里山邮局阿里山邮局。那再来。阿里山是产在阿里山吗？这里到处都有吗？这边也有，可是它的谐名我们是查说是阿里山邮局啊。什么那个这里像那个？大木啊，大木我们。它的叶子是长得怎样？扁扁的吗？我也没有看过它的叶子，我只是有看到这个。只是我们这边，我们这个附近有了这个大木啊，我们大木啊。妈妈那个母山猪不是也有吗？刀吧，那个我怎么看到那个杜威勇他们也有在戴那个母山那个，我就问他这个是那个刀啊，是那个母山猪的，猎母山猪的又不一样的护子花啦。
不是没有，我们大武部落就没有这个母山猪肉可以带。香香的那个是紫对花，大武就没有。没有，大武部落就没有。哦，不一样。然后，猎过黑熊的哦，因为你这个黑熊有的时候这皮会是黑熊的毛吗？对皮会坏掉。如果说这个黑熊它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头饰的话，它会改用那个山猪皮。可是为了证明说他有抓过黑熊，有一种树，我们说兰木没有带过的，那个是黑熊。绑这样。对，它是这样绑。对，然后像草绳那种的。它也是有人做成头饰嘛，绑在前面的那个。没有，那个是树叶呢。还有人做头饰啊，那个对，兰木还没有那贵的，那对兰木。我听过了，那也是黑熊的皮哈。黑熊。啊，如果说你有这个黑熊的皮，那个可以不必换，就人家就知道说你有猎过黑熊，这是办法。另外，在这个四斗这个哦，就是表示说这个男人，如海珠该抓的动物都全部猎过了哦，这个四朵。咖喱咕哩木乱没有大概，咖喱咕哩木。我以为是蝴蝶。对。他说该拿的动物都猎过了，才可以佩戴这个。假如说你是有没有喊云豹啊？你不知道啊？有没有喊云豹？没有。不是，不是阿伯乐哦。那是阿里山邮局。阿里山。那是要猎到水路的。那公水路。那这个羽毛哦，这个羽毛是以前还在砍人骨的时候。对。啊，可是我这个爸爸是有参加那个823炮战，所以他可以换这个，他参加战争嘛。然后我问他说你杀几个后悔？他说他也不知道。你羽毛是那是雄鹰的吗？对，这个是雄鹰的，雄鹰的。那很久了。对。就是猎那除草猎人头才有那个。对。可是现在改为参加战争的，像那个高沙义勇军啊，还有这个823炮战，也都为了要显示他的那个战绩啊，所以该佩戴的他们都会尽量去争取啊。这个是我们那个。给你那个给你两边给你蝴蝶带给你翅膀给你，我那个整个是给你。我这个不是我要上来之前特别问老人家为什么会有这个，我就跟他说这个人打猎他打猎生涯结束了，他已经结束，就是已经在退休了，他该做的都已经猎到了，他才有资格佩戴这个。你烧沾了没有打了？烧了。我有看到很多老人家，很多人对很多老人家会戴那个啊，老人家对啊，就是你还在打猎的时候还不能换这个，你还在跑山上的时候，除非是你退休的标记了，对不对？我说你爱戴就戴。那个不是那个，就是说当家头目戴那个打结头饰哦，不是哦，他这个神山的是就是放在后面那个像。那个单家的是，就我们一个部落里面就一个人可以绑在正中央了，其他的是绑在后面。老二、老三头目那个。我看那个，就是一直有争议的地方。对，有争议在这里，就是不一样。就像那个神山的，还有上，他们都是放在后面这边的。我看，可是我看那个儒家他们是放在牙齿的上面。我听那个是。他们讲雾台神山就是放这边的，那个像儒家啊，每一个部落都不一样。对啊，都不一样。那关于头目的事情，我会回答错误，我只是讲。没有说，我说那个打结头饰就是一些认知啊，打结头饰啊，我说那个好像每个都不一样。退休的人打猎。那最后一项我这边还是要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的猎人装备了。我们是越轻便越好，我们不像以前那个古时候是没有跑特品哦，他们是用那个动物的胃装水了啊。我现在是这个是要装水，这个一定要带了，你上山这个是煮饭的，这个是还没有放完，这个是你抓到动物的时候要背的这个，多多，
再来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带眼巴。眼巴，你抽筋啊、脱水啊，这个对你很有帮助。电解质的，我说电解质流汗太多。再来就是这个白米哦，白米那现在是用白米，以前是带干粮那个不然。哦，不赖，刚这是两个不赖，我们最基本的装备了。最后一项就是这个打火机一定要带，你没有打火机你就没有办法。以前，我们是现代装备了，以前那以前呢，如果都能他等下是拿手枪出来，敲他这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辛苦辛苦。对啊，是，但我们叫我们现在做也没有人，很少人会做啊。就是现在的那个啦，对了，不用这么古老的吧？啊，那什么？那这个后，因为柯老师谈，我以为是小朋友要上课，然后我带一份礼物的时候，等我上网课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很多人要问题啊。对啊，我这边有带，只有3份呐，好了，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赶快这个只送不卖哦，因为我在大武那边有个小米故事馆，人家他的消费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就会送他一个。这个是山香的，山香的牙，这个是山羊的角，真的然后那个是山猪牙，这个是真的山猪牙哦，不是塑胶的。这个塑胶的是实心的哦，这个真的山猪牙是空心的。你下次要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空心的才是真正的山猪牙。那又比较贵吼。啊，当然了，对，废话，无价之宝，没有单价的。无价。你可以去牙科鉴定，要真假牙机啊。30呢？那我所准备的就这些了。有发问啊？这个好，我先第一阶段了哈，先到这边了哈。各位老师哈，我们刚才听了哈，有关那个什么猎人的一些从到过来的一些装备了哈，有一些装备，然后他讲到这个猎人的战功、战绩这些佩戴的这些东西也都有啊，也含一些禁忌的。有的老师有忙着机构做这些，其实那还有很多哈，要那个什么，还可以请教的啊，我们的专家啊，尤其是这个打猎方面的哈，我们就用现在的时间啊来那个挖宝一下哈，不要那个什么让这个时间这样过去了。像比如说像这个哈。这个是应该是山猪被夹住之后，然后去刺杀它的。对。当我们的捕兽夹是陷阱被猎物带走的时候，我们就要战备状态哈，就要刺刀要上刀，然后我们就要跟着它的血迹啊，这个脚印啊，要去追踪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都是待命状，那个都准备要作战的那个状态。好吧，这个山猪哦，它有个特性，它会埋伏哦，会躲起来，尤其是在草丛里面，它会躲起来，然后你不小心的时候，它会突然冒出来，就是它的獠牙，它不会咬，但是用它的獠牙攻击，所以要小心的就是这个地方。老师，哪一个猎物最难抓啊？在你的那个这4年当中，你觉得最难抓的是什么猎物？我认为最难抓的是山猪，山猪。它是比较最聪明吗？不是，它的爆发力，它的速度。力量。对。黑熊它有个特性就是，它要攻击的时候，它一定要站起来，它一定要站起来，然后用这个手爪去攻击，所以它的臀部也比较重，所以它的动作没有像山猪一样。比较笨拙。它是几秒钟，它的那个攻击速度真的太快了，这个山猪。所以第一个，像我们碰到这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要爬树，爬树最安全的，山猪不会爬树，而是看一个大石头，要想尽办法，找那个最安全的位置。像原来去打猎的时候，都是个人还是集体的？像我是比较喜欢个人，因为现在我们都是有携带一些猎枪哦，比较危险，有的时候会被着火啦，或是一些不小心对一些年轻的猎人对这个用枪的常识不是很懂，所以
我还是到宁愿一个人出去。如果是说你假设2个人，然后结果发现了山猪啊，这山猪猎到一只公山猪了，要算在谁身上？明白的？哦呀，那你容易这个动物其实你们就算我们3个4个一起在走，第一个开枪射，我的第一个弄我的巴卡杜莱那样，那个动物那个炸鱼饼是他的。不是说致看到的，不是要致命性的吗？还是有那种有打到就好了？对啊，比如说你要确定你有用子弹有打到他的身体，还是你有刺到他的身体？第一枪有打，第2枪也有打，然后又怎么会？那个第2枪不算的，因为他没有第一枪，第一枪没有射死啊。对，没有射死。第2枪他就早就跑掉，他没有射到，早就跑了，他不会一直在那边，对，一直在那边等你再举第2枪。追追他啊！追不到了，如果没有受伤的动物，它跑得比什么还快了。可以啊。像这个雄鹰有没有是打猎的那个对象之一？个雄鹰？雄鹰哦，那雄鹰只是头目阶级的一个标识，没有把它当作是猎物再去抓，没有当作猎物。是不能猎还是说没有？它没有那个冠冕呐，只是你猎回来，你尊敬的头目啊，就是拿给他做传家之宝啊。就是现在你可以卖给别人。他没有在你们的那个头上的冠冕。我自己也打过一只雄鹰啊，用散弹，对，用散弹。那刚刚不知道赖武雄啊，我把我整只拿去了。那个人，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带的是你抓的，是感谢。赖武雄的儿子，赖武雄哥的媳妇儿。是哦，那谁？我半卖半送人。碰到恩人啊，有缘有缘哦。那你再抓一次。当然我们的猎人，他刚才讲到，他是说这几年才做这个猎人的，从事这个打猎的。那我们想说，在更早以前哈，就是可能就是70、80年，就是100多年前，假设哈，这个在打猎的不同的部落的，如果是在那个怎么讲？我们都是这是在猎区，而且这个猎区是怎么讲重叠的？他们会不会有那种类似那种抗争，或者就是集体的那种打仗的可能？我是听老人家讲，我自己是没有碰过了，所以我是听老人家讲说，如果说有别的部落到我们的猎区打猎区域狩猎，然后如果有打到猎物，第一个他的那个心脏。还要留一只腿，要留给那个部落的留。这个是最基本的。他还会跟大家讲说，这是我们的猎区，以后不可以来这边，不可能说马上就拔刀拿枪说要冲啊。这个最起码那个礼节啊，说你在别人的那个猎区里面打到。你像这个我也听了以前那个我们自己部落的记录哈。就是会跟那个，因为可能会重叠或者是很接近，像戴德勒，像蒙古丹，戴德勒那个，就是有真实发生过所谓的那个喋血事件了，当然是1对1啦，然后在那个水上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方拍一个，这边拍一个，然后呢就是那个怎么样？因为就是直接是肉搏战呢，甚至拿刀了。是有啊，因为我是没有听过。对，甚至当然这个不见得只是说单纯一个打猎了，可能是已经是怎么讲呢？这个有点像是主权的那个在争取土地啊，主权的那个人。我认为有可能，那时候应该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说可能100多年前的这种事情呢。那当然现在是说在打猎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说自己有猎区，也像比如说大武啊，或者是吉鹿啊？